被討厭的 podcast 係一個探討情緒管理嘅 podcast。喺呢一度，希望透過唔同嘅議題去幫助大家將一啲唔同嘅理論融入生活，令大家喺呢個高壓嘅社會上面，即使遇到唔開心，依然能夠開開心心去過每一日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被討厭的 podcast， 我係你哋節目主持 Wani。今集呢，我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下呢選擇呢個話題。其實人生活着都係一種選擇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我哋點樣去應對，我哋都係做緊選擇題。講一個最近嘅例子，我呢從來都唔係一個呢會嗌交嘅人，因為呢我覺得嗌交真係一件好攰嘅事情，同埋呢對事情一啲幫助都冇。即使意見唔啱，我認為係應該拎出嚟一齊傾，一齊去呢尋求一個解決方向，向住有效呢嘅方法前進。嗌交只係彼此傷害對方嘅一種，只係情緒發洩嘅一種，對成件事呢係一啲幫助都冇嘅。咁我最近呢，就同一位男性友人出咗去食飯啦。咁喺過程中啦，咁大家都有一啲意見唔啱嘅地方。咁呢，新朋友呢就選擇咗喺呢公眾場合度鬧我。佢大概鬧咗我10分鐘，裏面呢好多都係一啲人身攻擊，而唔係講緊件事嘅本身。到有一刻，我同自己講，我唔可以再咁樣落去，我要選擇去企起身，去講翻我嘅感受同我嘅角度，點樣解我要咁樣去決定。喺一個公眾場合，我第一次俾人鬧到咁樣。本身其實我真係諗住就咁走咗去就算，唔解釋，乜嘢都唔做。但係我知道我係需要去為自己企起身。我唔係鼓勵呢大家同人哋嗌交，因為正如我一開初咁講，嗌交真係好攰。但因為今次我真係同佢解釋咗好多次，佢都彷彿呢聽唔入耳，佢淨係呢不停去輸出去鬧我。咁當下我就明白，其實大家嘅價值觀根本都唔一樣。咁點解仲要逼大家相處呢？所以之後我都冇再約佢出去。其實我哋係有權選擇同邊個人去做朋友，有權選擇食乜嘢，有權選擇幾點起身，有權選擇嗰一日嘅行程做啲乜嘢。其實所有嘢都係一種選擇，選擇嗌交定係理性去表達自己嘅感受，都係一種選擇。我哋唔係因為別人嘅一啲行為表現，就只有一個回應嘅選擇。就算別人嘅一啲行為表現，無論佢係好嘅唔好嘅，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選擇。我哋可以選擇唔回應，可以選擇回應 A，回應 B， 回應 C 呢個答案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諗，哎呀，我咁樣揀完A 啊 B 啊 C 會唔會唔開心㗎？因為每個人都有佢嘅課題需要去學習。我哋永遠都唔會呢知道呢個選擇帶嚟呢啲乜嘢嘅後果或者結果。但係我想講，冇一個選擇係會有一個絕對嘅啱同埋錯。今日唔知聽日事。我相信我哋做嘅每一個決定，活在當下，問心無愧，就已經好足夠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